好令人振奮嘅。節目剛剛開始就壓唔住我內心嘅激動。就喺前幾日，美國華盛頓突然掉出一顆震撼彈，美國聯邦參議院竟然全票通過咗一項決議。冇錯，全票啊，冇任何一位參議員投下反對票嘅。你知道啦，平時佢哋成日意見唔同，互相頂嚟頂去，但係呢一次呢，出奇嘅一致，即係將中共列為犯罪組織。好多人話中共一直以嚟就係犯罪集團，習近平就係黑幫老大。但係呢一次美國參議院定義呢個係咪即係官宣咗呢？告知全球大眾名副其實，實至名歸呢？呢一份決議編號 S-444， 唔少人睇到內容後都忍唔住大叫：美國呢一次幾乎係將過去幾十年嘅外交包裝一手就撕咗落嚟，唔忍啦，唔裝啦，唔演啦！你中共就係個犯罪集團，佢唔係話乜嘢戰略競爭對手咩？亦唔係最大地緣政治挑戰咩？而係直接用咗犯罪組織呢一種極具分量嘅定性。咁樣嘅措辭喺美國官方文件裏面確實係相當罕見，亦令外界高度關注。咁樣問題嚟啦，美國呢一次到底係真嘅準備全面攤牌，還係喺度釋放一個更強硬嘅政治信號呢？今日我哋就一起嚟拆解呢一份444號決議，睇睇佢背後到底透露咗乜嘢風向呢？呢一份決議嘅編號係 S-444， 你聽呢個編號444係唔係天意呢？就差話中共死定啦！提案人係美國佛羅里達州聯邦參議員共和黨重量級對華鷹派人物克里斯科特。熟悉美國政治嘅人都知道，而家嘅美國國會民主共和兩黨幾乎日日針鋒相對。一個預算案可以嘈到政府停擺，一項法案可以拖上幾個月甚至幾年，但係偏偏喺涉及中共嘅問題上，兩黨卻完全重合，齊輯輯咁企喺同一條戰線上，比中共越逼嘅軍人企得仲齊。真係難得一見嘅一幕。參議院冇經過漫長嘅委員會審議程序，而係採取口頭表決，一致通過，冇任何反對聲音，將中共稱為一個犯罪組織。第一次正式嘅用檔案嘅形式，將中共稱為一個犯罪組織，白紙黑字，一個乜嘢犯罪組織呢？一個對全球嘅安全同和平造成咗巨大威脅嘅犯罪組織。你話呢個世界上有幾多呢一類犯罪組織？比如伊朗嘅呢一種宗教極端嘅組織，仲有各種各樣嘅恐怖主義組織。但係中共先至係犯罪組織，一個組織能夠對國際和平同對國際嘅穩定造成咗巨大威脅嘅咁樣一個犯罪組織。而且稱習近平係暴君，係犯下咗種族滅絕罪嘅獨裁者，而且厚顏無恥嘅企圖摧毀西方文明，然後為咗追求權力同控制，傷害自己嘅人民，走上特別邪惡嘅道路。佢直接咁樣講，措辭相當嚴厲。呢個代表乜嘢呢？至少講明喺美國主流政界對中共嘅態度已經達成咗一致。過去仲有人主張接觸、合作、期待中共改革，而家呢一種聲音完全消失啦。咁樣呢一份決議到底寫咗啲乜嘢呢？你既然講佢係個犯罪組織，到底係乜嘢罪名呢？你要控訴佢係個犯罪組織，咁樣你總要有罪證啦。所以文章列出4大罪狀。第一個罪狀係隱瞞新冠疫情嘅真相同助長芬太尼危機。第二個罪狀就係貿易作弊同埋破壞國際秩序。第三個罪狀係迫害人權。咁當然佢裏面具體講咗關於新疆、西藏、香港同對法輪功嘅人權迫害。然後第4個罪狀係對外擴張同內政失敗。所以總體嚟講，即係話佢對本國人民嘅迫害，亦對國際社會迫害，實際上係雙向嘅。外交係內政嘅延續。點樣對待自己嘅老百姓，佢到咗國際上，佢就點樣對待人哋，等於走到邊度就危害到邊度。大家知道以前美國官方稱中共仲係中國政府，見面握手、拍照、寒暄，外交辭令一套接一套，表面功夫仲係做得好足。但係而家呢，如果按照呢一份決議嘅措辭嚟睇，中共係犯罪組織。呢個唔係換個名字、改個稱呼咁簡單，而係定性嘅改變。
好多朋友可能會話，係唔係過度解讀咗，想得太複雜啦？還唔係今日你係競爭對手，聽日仲可以談判，今日加你關稅，聽日仲可以坐落嚟簽協議，大家口頭上鬥得好激烈，聽日生意照樣做。冇錯，競爭對手再點樣競爭，始終都係坐埋同一張台上嘅玩家。如果你而家仲係咁諗，我就話你仲未有跟上歷史巨變嘅節奏。你知道一旦被定義成犯罪組織，遊戲規則就完全變晒啦。對犯罪組織，國際社會通常會點樣做嘅呢？仲會邀請你離開高峰論壇咩？梗係唔會啦。正常嘅流程就係調查、起訴、制裁、凍結資產，甚至全面圍堵。你想下就明白啦。有警察會同犯罪集團坐落嚟飲咖啡咩？研究點樣一齊發展咩？因為對待犯罪組織，邏輯唔係談判，而係執法。呢個亦係點解唔少分析人士認為，一旦呢一種嘅政治定性逐漸成為美國兩黨嘅共識，後做好多政策工具就更加容易揾到政治依據，例如金融制裁、資產凍結、簽證限制、跨國司法合作等等，行政部門推動起嚟亦會更有政治正當性。講到底，即係先扣頂帽俾佢，後面個工具箱先至方便一件一件咁樣攞出嚟。當然，亦一定有人話，就係一份決議，又唔係法律。冇錯，從法律技術上嚟睇，參議院嘅簡單決議本身並冇法律強制力，亦唔能夠直接命令政府凍結邊個嘅資產，更唔能夠今日通過，聽日就派人去執行。但係美國政治唔會鬧住玩，唔會玩虛招。好多重大嘅政策真正開始嘅時候，都唔係一上嚟就立法，而係先形成政治共識，再推動行政行動，最後先至變成正式嘅法律。國會好多嘅決議睇起嚟只係表態，實際上卻好似探路石，睇睇兩黨嘅態度，再睇睇社會言論，等到時機成熟啦，行政部門就順勢跟上。國會率先表態，再有行政命令，最後再透過正式法案將整套制度固定落嚟。所以444號決議真正值得關注嘅唔一定係佢今日立即產生咩法律效果，而係佢釋放出咗一個政治信號。佢代表嘅係美國國會對中共嘅整體態度，又往前推進咗一大步，上升到新嘅層面。換句話嚟講，呢一份決議而家或許仲只係個開場白，真正嘅大戲仲喺後面啦。至於中共最怕嘅係乜嘢呢？有網友話，美國被中共呃咗幾十年，終於認清咗佢嘅真面目，強硬起嚟啦。對啊，中共就怕呢個，怕你醒悟，喺國內怕人民醒悟，俾老百姓洗腦，建防火牆。喺國際上亦同樣怕你醒悟。美國醒咗，澳洲、加拿大、歐洲仲會遠咩？如果越嚟越多嘅國家開始跟住同樣嘅節奏，將中共列為犯罪組織，咁樣先至係中共最怕嘅。好多人可能覺得，反正冇立即生效，咁就冇咩好怕嘅。但喺政治博弈裏面，真正可怕嘅唔係繩之以法嘅最後時刻，而係呢個令人心痛嘅過程。真正瞓唔着覺嘅，反正唔係普通嘅老百姓，而係嗰啲嘴上日日叫住反美鬥爭，背地裏面卻將老婆孩子、小三小四資產房產全部湧去美國、加拿大、澳洲。嗰批被送過嚟嘅係既得利益者。更值得注意嘅係，決議中特別提到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呢一部法律最大嘅威力唔係喺度叫口號，而係在於佢提供咗一套成熟嘅制裁工具。呢個意味住，只要你參與咗決議裏面提到嘅嗰啲破壞和平、反人類嘅決策，咁樣你喺美國嘅所有資產、你買嘅豪宅、你銀行嘅存款、你子女名下嘅信託基金，隨時都有可能喺一夜之間被美國政府合法化、合理咁、無情咁全部沒收。因為而家喺美國法律嘅眼裏面，你只要係中共呢個犯罪集團嘅成員，沒收犯罪分子嘅贓款係順理成章嘅事情。仲有一個真正值得觀察嘅地方，呢一種壓力唔單止係嚟自外部，佢仲可能影響內部人嘅心理。如果有一日體制內一啲人開始想
我仲值得繼續為呢個犯罪組織承擔風險咩？辛辛苦苦累積嘅財產會唔會有一日變成咗好棘手嘅問題？到最後係唔係只有我自己留落嚟孭鑊呢？一旦呢一種疑問開始出現，影響嘅就唔單止係外交。從呢個角度嚟睇，美國釋放嘅呢個政治信號，亦正喺度瓦解中共嘅內部。好啦，今日嘅節目就到呢度。如果你中意我哋嘅節目，請你訂閱、點讚、留言，給予支持。我哋下次再見。